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日暗新闻，我是陈志坚。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新北幼稚园饲药案共检出8囡仔体内有少量的管制药物，市府第一届公布资料，开说明会讲详细。受低气压影响，南部上大雨，但一个70几岁老先生电着救无转来，高雄的南仔溪是超过5000户一时失电。鸡卵计数总算要降，对6月14开始，产地甲大麦计数，逐斤拢要俗3块。两项工会嘛讲会看状况继续降价。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幼稚园饲药的案，公即马有检出8囡仔体内有少量管制药物巴比妥。市府今仔是第一届公布检验详细，咱卫福部嘛有请台北病院甲囡仔检着，14个囡仔拢总无检出药的反应。详细案情，侯友宜嘛要出席下暗的家长说明会，讲个清楚。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别出疑似饲囡仔安眠药事件，卫福部进前执行部立台北病院免费协助囡仔来检验，对总价后续医疗的资源到7月为止，已经有26个囡仔就医，并且进行尿的检测。后一批尿的检验结果在暗头出来了。14位检测结果都出来了，24位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后面来台北医院的，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结果出来，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报告。新北市府在早起公布血液检验的结果，有8个囡仔血液内底检出管制药物巴比妥残留，并且头一摆公布检测值，其中1个囡仔血液内底巴比妥残留量超过3微克。我们的8位小朋友里面，有75%落在1.0到1.5之间。那就实验室的认定，1.0到1.5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新北市府强调，5月15就开始配合检方调查，也成立需要专案办公室，协助家长一对辅导，包含就医检验加早学安置。在暗时要伫故宫国小举办第2场家长说明会，新北市长侯友宜会亲身来出席，向家长说明并且了解需求。侯友宜强调，即阵上要紧的是把药物的源头找出来。2月13是不是到市议会来专案报告，尊重议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幼稚园饲药的案继续的滚价，赖清德是讲，新北市处理的动作收慢。那侯友宜领导是批评赖清德根本就查无内场，要求赖清德爱去交代检方，赶紧去查明药的来源。过来，郭文德是表示，中央甲地方对这件代志拢有责任，赶紧查明才是上重要的。对，这样就拔下来了。云林县长张丽仙陪同侯友宜参加11庆业之路加云林青龙座谈。对于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副总统赖清德认为，新北市府动作慢，建议成立医疗小组。不过侯友宜批评赖清德唔知状况，要求赖清德交代检验调查药品的来源。看到民进党不断的去做恶意的操作，其实这个对我们国家没有帮忙，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家长能够放心。上重要，你把真相公我清楚。如果这个真相的事实只有一个，那这个请检方速度太紧，卖哥底下拖。怎么看？侯友宜说你搞不清楚状况。赖清德下晡出席同乐会活动，无回应侯友宜的批评。原本早起要参加马祖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因为航班取消，只好用视讯。佮再讲到台海和平。那未来呢？如果我得到大家的支持，能够领导国家，我第一个事情呢，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稳定台海和平的现状。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参加众情论坛，对侯友宜处理饲药案件被质疑推卸责任。郭文铁讲，中央地方两边都有责任，要尽紧调查清楚。检调，但有中央部分也有地方的部分嘛，因为一般警察局还是地方首长在指挥嘛，所以我倒觉得事情出现赶快去查。不过我觉得很奇怪，那个药怎么会到底从哪里买到？民众党连续表示成熟了争议，郭文铁强调爱建立良好工作场所环境，也别烦恼影响海选人才招募。强调民众党永远是少年人上好选择。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南透早上大雨，小东路地下道捌暂时封禁。还有一个70几岁老先生要趁雨棚去顺水塔时，疑似去电到送医，也是救无转来。啊，那伫咧高雄的南仔溪遮，万一落雷公雨，有超过5000户的邻家一时失电。地下道内底像一个水池啊，积水大约20公分。台南11早起出现短时大水河，和小东路地下道达到危险水位境界，把救起封锁线。好在在无到8点钟水就退啊，都惊排水袂赴，清洁人员也赶紧清理附近的排水沟，不过雨天做好毋哪一件。分推车慢慢啊降落来，昏迷的老人，风光上探下了后，继续救治。住伫台南东区中德18家70多岁老人，伫大雨了后，拖车架去查看水塔，想袂到气开关，都技术因为漏电触电休克。对，要做 CPR， 救护车在，我现在就跟他过去。遭受电击的时候就马上休克了，然后我们就赶快做一个，他现场自己有帮他做一个那个 CPR，一直到我们过去接手。老人奉送医抢救了后，无奈宣告死亡。感谢单位协助也到现场搜证，厘清触电原因。除了台南、高雄南仔溪早起也落雷雨，造成加强路、军校路、德平路等路段有5056户无预警停电，一直到10点外才全部复电。雷雨造成杆上避雷器故障，本处在9点24分先行转供复电234户，经台电同仁冒雨抢修，10点10分全数复电。受低压大影响，礼拜日各地拢出现局部短暂雨。气象局提醒，受低压大甲黄sơn河地流风被报道影响，未来一礼拜天气会更较无稳定，中南部要注意低延时大水雨，搁注意洪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机能介绍，自今年3月大麦一斤起到55块，历史上贵以后，总算要降回来。北市的2项工会昨邀请各地代表来开会，讲对6月14开始，产地甲大麦介绍，逐斤拢要俗3块，大麦一斤要变到52块，而且嘛讲未来看状况继续去降价。将烧烫烫现卤的卤味放上架，搁分类排好整齐。尤其这个卤甲芳搁入味的卤卵，搁较是受到民众喜喜。也毋过进前因为两家起一个卤卵要20块，即马鸡卵产量计数拢得咧回粉，店家的计数也得咧降。我就是卖一颗卖20块这样子，现在我差不多12、13块，我就有时候有可能如果它浮动比较大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调整。最近国内随着产量豆豆恢复，饲料价能供应恢复特殊。两家审议委员会伫70召开初步决议，就是拜三起大麦价、产地价有希望每袋斤拢降新台票3块。降价当然是比较好啊，问题它能降多久呢？因为单价始终不稳定啊。跟现在都有关系啊，就是最主要是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市况比较弱一点，所以会提早做一个调整措施。回顾这波两价走势，去年7月产地甲大麦价每袋斤分别起2块来到42块5，降52块；10月降2块，今年2月13搁起2块；3月7日一摆起3块，产地价已经超过45块5，大麦价55块，创历史新高。即马计数真无简单，要下收，而且未来也阁有调整的空间。它市场的追求了，如果市场关系不好，要降就再降嘛。经济农委会公布上新鸡卵产销资讯，目前国内每工大约有3164万只卵鸡投入生产，鸡卵每工生产量比顶礼拜回升到11.4万箱，嫌过离民众每工大约爱12万箱的用量又还有欠。农委会也是爱透过进口鸡卵补助，因过目前进口鸡卵主要是加工使用，基本上超市顶通路，主要也是国产鸡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今日密访乌克兰，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除了讲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嘛答应要增加军官到大票115亿。啊，罗西亚伫70日透早是继续对乌克兰射飞弹发动空袭，伫奥德赛这个阵地，佮造成3个人死亡，27人受伤。在破晓之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乌克兰国会内底做25分钟的演讲，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嘛乌克兰的民主法典，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becoming a NATO member as soon as conditions allow.
拄入到伫乌克兰当地车站，伫无事先公布行程之下，秘密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去基辅市内的士兵福建中心探望受伤的乌克兰官兵。佮甲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除了表示加拿大会参加培训乌克兰战机飞行员的计划，佮提出要追加支援乌克兰差不多5亿加票的军事援助。Our spring budget extended a $2.45 billion loan to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for this year, 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Ukraine'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provide $500 million in new funding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伫加拿大当局嘛伫车站宣布，家己者为旧年2月开始，因为俄乌战争没收滞留伫加拿大国内的俄国 AN-124飞机转送予乌克兰。即嘛，互俄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伫网络回应表示，加拿大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公路抢劫。而暂时俄乌战争的状况是俄国车站观点，佮一摆对乌克兰各地发动8粒飞弹，加35架无人机袭击，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加2粒飞弹，加20架无人机砸落来。剩的无人机是造成乌军伫扎波罗热的战车毁损，佮攻击第3大城市奥德萨的无人机碎片坠落伫一栋公寓，引起大火，造成民众死伤。泽连斯基表示讲，暂时已经对俄国展开反击，不过俄国国防部宣讲，俄军伫顿内茨克以南加扎波罗热、巴赫姆特地区的反击已经互俄军拍退，而且互俄军付出真大的代价。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继续来看到英国，因这拜6礼拜各地温度是拢升到30几度，是今年上大的纪录。啊，那伫咧中国的华南是咧落大水库，广西有部分的地区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四界拢咧做大水，嘛烧开超过2600人。英国泰晤士河边真侪民众坐伫涂骹享受河边清凉的水汽，另外一边卖冰的餐车排队人潮来来去去。英国当地车站各地气温达到30外度，河河边海埔出现真侪酸水人潮。It's incredibly hot today. Sometimes you almost feel like you're not actually in England because it is so hot tod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stepped out on our balcony, it was boiling. 这是英国今年政治下跪了后头一个高温日，互当局发布健康警告。也毋过受到大气无稳定的影响，英国气象局嘛对英格兰、苏格兰、甲威尔斯真侪地区发布黄色雷暴预警。今日西起中国华南地区、南部地区因为受到暴雨影响，广东的真侪县市发生强降雨，其中山东累计降雨量达到151毫米，互真侪道路淹水。而广西的北海地区嘛是连续真侪天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创下过去的降雨量新冠纪录，更有真侪庄仔头淹水，居民受困，互地方政府紧急派出武警去救援。到11日透早为止，受伤人数达到2600多人。任务部队到达现地后，迅速展开救援工作，现已累计转移受灾群众300余人次。暂时国家防汛对抗可汗的总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专家甲救援人员去广西甲福建这些所在协助防止造大水甲救灾。中国气象局预估，今年珠江甲闽江的这些流域有可能会发生更较大的造大水，互当局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呼吁民众爱加注意。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讲到咱台湾最近伫咧太平岛的附近实弹演练，互越南批评是咧扰乱南海局势。咱外交部这回嘛是无咧弄，回想讲太平岛就是阮国的领土，免别人来怀疑来插嘴。今仔针对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18要去访问中国，有专家是讲台湾就赶紧爱踏出一条新路，减少对伊拉美中的强权。国军最近伫咧太平岛周边举行进行实弹演习，无想到讲，和越南的外交部讲是严重侵犯越南对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的行为，和南海的局势复杂化。对此，咱外交部无法度接受，讲太平岛是咱国的国土，主权不容置疑。联合政府有权利伫咧太平岛甲伊相关的海域行使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因若台海局势紧张，也联动到周边的区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算要出访中国，18将会到北京见中国的高层。I think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make it clear that we're not trying to hold down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it equally clear that China should not think that it can attack, our established defense relationships and our position. 在这么关系紧张的美中关系也引起区域的注意。韩国的媒体人孙时熙认为，
台湾就要找到一条新的路，一个未暴力限制的方法，建立第三条线。 두 세력이 함정에 빠지지 않도록 도와주자라는 그런 얘기예요. 그러니까 미국과 중국의 두 축, 투 엑시스 외에도 the third axis, 그러니까 세 번째 축을 만들자는 것이죠. 세 번째 축은 在亲美反中或者是亲中反美的这个路线之中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这个国家可以有的这个路线。孙世熙认为，台海若发生战争，可能比乌克兰战争更加严重。 也会对日本甲韩国造成正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性骚扰的案是逐工咧飙，有一个讲是正经太阳花运动泄露的发言人，伫咧面册指控讲，去年去迄当阵咧做波兰驻台办事处副处长的李波性侵害。毋过李波是随反击讲，这查某是为着要甲讲钱，才咧甲做恶。另外，针对前驻菲律宾大使施培勇性骚扰的案。 外交部是回应讲，已经甲解职，嘛主动调查。佢担任太阳花学运发言人的新来女子伫面册发文指控，去年高价遭到当时担任波兰驻台办事处副处长李波性侵害。外交官家后也带囡仔来找伊，要求莫对媒体投诉，会毁掉囡仔一生。毋过伊提过性侵害，却是拄到再议被驳回。李波伫推特发文讲，伊无外交豁免权，案件经北检加大高检认定指控无成立。 认为对方是为了250万户改金才提过。那同时也是一个关注性别平权还有公平正义的青年政治工作者。我在这里呼吁大家一起出来，成为他的后盾。外交部尊重检方调查后的相关结果。鉴于我国与该国订有刑事司法合作协定，如果日后司法机关需执行后续跨国司法作为，外交部将积极协助配合。 另外，前驻菲大使施培勇性骚扰案4月底已经遭到调部解职接受调查。外交部讲5月初要求自诉汇报，不过当事人有顾虑，也无申诉意愿。外交部强调会继续协助，并且严正来处理，主动行政调查，提高可执会议数。利用行政院列做下会期优先法案的成并3法修法，国民党团会伫12调研协商，会提起伫临时会处理。 我们立法院难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吗？面对民众的回应，我们立法院本来面对民众的需求，我们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优先处理。不用担心什么说下个会期就会没有共识啊，我觉得有共识的事情就会有共识。台湾掀起 MeToo 世面，大师大这团部学界师生共同发起卖订阅的连署，已经有将近300名团部系所的师生来响应。声明呼吁性平无应该论做考核，应该用入教育面、工作场所方面、甲法规面的重要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传出讲，幼稚园甲囡仔饲药的案，打汤嘛传出讲有公式的民间咧经营的托育中心，疑似嘛咧扣毒囡仔，有教保官用脸布甲囡仔嘴封掉咧，甲绑起来限制行动。虽然这个当事人已经离职，不过机关嘛要求爱重新调查，或者市府就要赶紧设监视外面的分段监控系统，才会当互家长安心。 桃园有议员伫咧 FB 破文讲，中立一间公设民营的托育中心，传出虐待囡仔案件，有妈妈指控囡仔6个月大时阵，敢若互教保员用贴布甲嘴封起来，骹手绑起来，到怎啊2年外，看到贴布也阁会惊，也阁伫咧做心理咨询。会很生气，会很愤怒，对对对，因为小朋友送去公托，然后还发生这种事情，就代表政府可能在审核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没有那个很专业在挑选老师？在当时呢，该名教保员仅止于被要求写悔过书就结案。这些年，他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被轻放，而且发现孩子至今看到交代都还是非常的害怕。同市议员黄庆辉讲，教保人员虽然已经离职，因故议员要求社会局重新调查、查明真相，并且主动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减轻家长的负担。也希望市政府赶紧完成建立监视会面分段督准系统监控，让家长会当安心把囡仔送去托育中心。针对这个案件，我们会重新调阅当时的相关的记录来加以厘清。那如果事后调查确实有违反儿少权法的事项的话，那我们会按照儿少权法来进行裁处。针对这件109年托婴中心不当照顾案，社会局表示正重视，将会重新调查。若确实有违反抵消款法，将会处6万到60万的罚款。
并且让公布行为人的姓名，也重申托育人员应该以儿童最佳利益做优先的考虑，将会继续加强在职训练，强化幼儿照顾的技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幼稚园饲药的案件，卫福部最近嘛有咧规划要定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草案，要甲年保托育中心这管理甲处罚机制独立出来。目前嘛有咧办公听会收集意见，那立法通过，就是咱台湾头一批儿托专法。去年4月，新北市美区托育中心发生查某婴仔和托育人员意外配合时的案件，互社会惊到。根据卫福部统计，我5年托育中心托育人员向裁罚公告者都有88件。为着确保儿童权益，卫福部规划订定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年母托育中心等管理甲处罚机制由即马儿童甲少年福利参权益保障法独立出来，会加做咱国头一部儿托专法。里面就是担任这个居家托育人员，也就是一般俗称的保姆，他必须是要取得保姆技术师证，以及他是高中以上相关科系毕业。卫福部表示，儿托专法有8大重点，包括居家托育人员登记资格变严格，新增加社区互助、部落互助甲集场互助式托育服务，新增加以学校办理托育服务机构，变更使用执照规定，设立托育机构收费，采取比价制等等。儿福联盟就会主张要加入所谓的吹哨者保护条款，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机构内部有相关的人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不当对待的事情，他可以勇于去通报，而且通报之后不会被事后的秋后算账。卫福部强调，这摆立法也明定提悬法则，希望达到有效效果。法务部已经正规划个别者保护机制相关草案，目前儿托法草案也在公听会阶段，未来会上网公告草案细节条文，各界意见拢会当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转型正义甲咱的成果有啥物牵连呢？为着要互民众了解过去的历史，用过去的经验来看即马社会问题，罗河文教基金会举办规套的台湾新文化讲座，望甲民众来做伙来探讨文协精神，替咱的台湾到底留落啥物款的民主资产。百多年前，台湾各地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协会留落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参转型正义有相当的关联。罗河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系列新文化讲座，不少少年辈拢来参加。那我们现在回头再看过去的事情，然后向过去那些甚至已经不在的人说道歉，说对不起，这到底对现在有什么用？其实我也是一直真的很想知道。就我身边确实是没有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但是我觉得就像是刚刚杨慈老师在讲这种讲的，我们如果要向前看的话，我们就要先向后看，看为什么今天台湾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在历史中定位如何。学生表示，学校的课程拢有接触到转型正义，虽然过去发生的代志因无参与到，但是这阵的生活中嘛有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离生活最接近的一个部分应该是政党政治的部分，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不管是餐桌或是家庭的对话之中，大家其实都对这块避而不谈，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讲到这块一定会吵架。转型正义内底讲的就是人权嘛、自由嘛、民主嘛。对少年人来讲，人权、自由、民主，就感觉讲因出世，就呼吸到的迄个空气相像。所以当因知影讲过去有人无人权、无自由，无迄个平等的时阵，因就感觉讲迄个代志是唔对的，所以咱应该爱争取。这系列文化讲座是去年底由林兴德医师发起，邀请到罗河文教基金会、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杜聪明博士综合基金会做伙办理。今年由罗河基金会主办，伫20241月进前，逐个月拢会有1、2场的讲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28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
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